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讲一站三国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老毕甲伊新娶的牵手孙尚香、孙权的小妹两个娶咧，搁有随家军士500名，甲赵子龙赵云一家人半暝脱走，要对东吴倒转去到西蜀。啊，毋过孙权游玩毋是食菜的呢。虽然伊对初一酒水来到正月初2，一个国庆尔，早条文武百官叫来，讲咱发动大兵，爱甲老毕甲掠转来。本来咱用计要甲老毕软禁谈咱东吴，叫伊写甘愿字，荆州这块地土就爱行咱。谁知影讲国叫脱走，结果追兵已经追要到啊！老毕是安尼烦恼噶。对赵子龙讲，咱敢有上条命，敢有才调倒转去到咱西蜀咧？啊，主公！赵子龙才讲先生诸葛亮有交代，临急的时阵，阁有一封引龙，伊交代3封，我买手1封还袂透咧，透开尔，内底写一句话，讲一个某看赢3个天公祖，敢有影？意思是安尼无毋对啦，啊，这是民间的俗语，讲若娶一个某吼，咱着爱好好啊。甲奉台，好好甲照顾，比较天公祖也无较输啦。老毕巧人看到即句引龙内底所写的言辞尔，将去到桥边，细声咧叫夫人讲：夫人，你敢知？什么代志咧？翁婿，你敢知影讲我会娶你，正是周瑜的计策。什么计策？伊是要拐我过去甲你结亲情，才甲我软禁落来，因为因得不服。不互阮西蜀甲因借荆州占荆州，要要求我写甘愿离荆州啊行医，哈！安尼我唔变做人利用政治的工具，毋则讲咱两个连夜脱走，要转去西蜀，要见我这兄弟，恁兄哥派追兵来啊！夫人啊，恁也无救命，咱的命是伫恁兄哥的掌架内啊！啊若安尼，我来做鉴定。管你东吴派啥人，翁婿，我来抵挡，我来担当。朋友，故事讲来到这，有诗为证，讲诸葛孔明外巧，你敢知？世事如棋，招算尽；军师妙算，真拄真。眼前明路有指引，主公讨保救夫人。老兵某拖得过未？请听下回分享。